南投新义乡同富村嘅草坪头会派1,200到1,600公顷，天时气凉，头从年水源抖音过适合种茶。现正喺玉山嘅山脚下，古所亚只嘅出产嘅茶，路人到玉山茶。上周有几多客人来到同富村菊脑读书嘅，里面都睇下落错嘅。民国66年，高山茶起实行，本地草坪头能上户人睇种茶喎。里面茶心按好价，路越来越多人种诶。现时几只嘅茶叶有50公顷边呢。为草到二玉山茶很够有名，几多茶农自家创立嘅品牌，也算带游客来体验做茶，希望有很够多人来食玉山茶。金车嘅车厂转转飞下，听到车厂嘅响，见到做车嘅轨迹，山当总系撇撇无限。伫点半钟内底吼，阮就爱画掉一批出来，啊无下一批转来的时阵，阮无迄个草场遐看好，搁再迄落好搁画掉。长时间同做一家，搭普渡让向到最美升高。啊，所以咱伫外口用日光画雕，好啊，互伊水分蒸发卸掉。啊，再入来啊嘛免得蒸发伤济啦，蒸发伤济啊吼，伊就地菜死，叫日头晒死，晒死吼，伊的地叶啊，得行水就行了袂顺啊。山辣粉做唔得，晒到香菇粉未做唔得，全文日式经验。山当天时变化家。如去春天面湿湿变，随之来出做成唔得。对做菜人来讲，心肝湿湿掉地街冻紧种，唔但常为住偏固做菜，还会少落水将菜工艺从外来，好得两日天公包不免子。出手留下摆出杂龟茶类，打造了店冷出杂，连冻酒都冇歇困。因为人讲来杂个茶较好啊，因为使用机器吼，落去煎落去吼，伊个茶汁会脆脆，啊会顺道啊，因呢较无凉，啊做起来茶吼较无安好食啦。中年工作身系长主日，日薪20个人在田。你将俩较长个，其实用来个杂用型。你若是唔会弄断铁，你断铁吼，你转去甲水啊，佢行唔会顺。啊，你这用杂，你唔会顺到，那个茶吼是很顺口。新义乡同富村草坪头，为菜牛山山脚下，会拍1,200到1,600公尺，点燃都系山，头创业猛然掉人，还拿2位出山嘅茶，就按照牛山茶。做一个烟雾的来甲遮聚集伫遮呢，因为这山的关系啦，啊个无风在头，所以吼这到遐做适合种地。因为茶叶它生长啊吼，不要太过于干旱或是炎热的地方，啊咱若伫迄个云雾较侪的所在吼，它的潮湿度也比较够。客家本茶台掠到天然条件，2位嘅茶搭媲美下盤，泡出來嘅飲茶，見風又香又順。草坪頭太柔一般係客人，太天係日本時台來用腦誒，幫每出貴種番薯、腐茶樹、老土梨來到其他作物。你像你看你多咧吼，你甲白龙种嗰種係乜嘅茶籽啊？茶籽講，你講嘅苦茶有嗰個所在，因為嗰種嘅價值冇幾好嘛，啊所以包尾如果我第一次講啊，我哋如果種香菇，包尾人個改來種茶。媒體捐講，挑下馬是係自家種來啉，下後參與家事見來見好，爭種下多。我哋上位嘛，我爸老了隔壁啲上親嘅吼，啊都就上前吼，啊個心下先
先讲啊，来试种看啊，啊，包尾种来个，啊，就感觉讲，哎呦，安尼啊差，实在，哦，安尼啊大海拔那气候哈，就是很适合种。慢慢的让个哦，啊，就前多年就想讲啊，差唔歹，让个来种因啊，啊，就嘿。落水果後嘅水準，山學可以來從事農業，唔過茶農實冇限好選手，對種茶都做好茶，而容易之茶。啊，這核對方式啊，吼，就是咱甲用好較高咧，啊，用好規噸啊，呢伊內底會產生熱度，啊，伊熱度啊，吼，這茶葉遇到熱度之後，伊就會產生一個香味。我們要炒的時機就是它的香氣到最高點的時候。把它殺青，殺青的是為了要阻止它繼續發酵。對，因為你做茶先應該做。老幾對幾對個用2點半鐘，頭一排嘅香味就會天天嘅出現。做茶師傅會隨時注意，就唔會冇做到過後炒茶嘅時間。第一次，它的香氣是會最高，啊下來，它如果你若不把它擦掉的時陣，沒有把它殺青的話，它的香氣又會降下來，啊降下來以後到沒有味道的時候，它會再第二次的香氣。茶廠集中呢個時間，處置經開始翻嚟，水分盡快睇幾多，去將讓油茶食起來嘅口感。水你走無夠，就是會苦會澀。啊，你若水走傷離，就變會浮水，它就喝下去就會淡淡的。阮一口鼎吼，原本會使炒到30斤呢，因為阮要求伊的迄個色澤上哦會比較漂亮，所以阮甲炒伫10外斤爾。熱加熱做，一병接一병，已經10公里咧，儲存甜，還係愛捱下去做。有的地廠啊吼，因為景氣好的時間，伊嘛講景氣歹，啊就要壓低價錢的關係。伊有這個現象，啊，我到我來做了後，頭殼頓地去啊！你幾工無困？我十幾工困無飽，所以精神無法度做集中。所以做茶很辛苦哦。真正。本當阿爸四處種茶賣茶廠，唔過劉明生就變轉嚟過後發現，上下茶廠執嚟冇人愛買，主計茶廠還會跳用大價來買，賣茶廠唔係當問題嘅生意咧。啊！伊早聽人講學地菜的介紹真好，啊，一個農民吼，伊當然無想遐濟啦。人聽到啥物件好，伊就來做啊。啊，伊種落地啊吼，較好慢的時陣去賣地菜，頭啊賣1-2屆，也足好賣的。因為迄陣啊景氣好啊，足好賣的。啊，較後壁吼，煞愈賣愈歹賣啦。有的甚至講學去高正迄個地廠講學幫伊做地。冇奈何，讀書讀腳，劉明生上嚟，還有唔係辦法，所以開始去學做茶。我去找地廠，有的地廠聽到講要去甲伊學做地，伊就叫我講，你徛去邊啊。幫妹5人應該貢獻，而紅應該功夫，仲算有師傅很高，是唔過茶味做好咧，就會賣到哪去咯。我車開咧就亂槍打鳥迄個方式啦，吹烏白水啦，啊看到地行，咱就入去啊。啊，因為咱是咱是一個農民的子弟啦，啊嘛唔捌講去甲人做過生意，啊所以吼拄入去甲地行的時陣，啊嘛袂曉要安怎甲人講話，入去人看人哋無用，咱就坐點邊啊。啊，人攏走了後，人頭家才問講，啊先生，啊你要創啥哦？思考得住自己啦，合作茶創立品牌，對地位買不馬莎都輕重影響。草坪頭嘅茶路，克服現實環境嘅挑戰，3萬行出一條乞丐路，為人久都撇到綠色嘅茶香。